西港庆安宫绕境活动，通常是在夏天6月份嘛，因为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，瘟疫疫情的影响，延后到12月23号请妈祖，24到26号绕境。早在19号就到家里的青龙宫还是青龙殿啊，请保生大帝。通常请妈祖，通常西港庆安宫的绕境活动之前一天，到鹿耳门天后宫请妈祖，然后回程大概下午1、2点到那个七股的永吉村吉安宫吧，印象是这样，就在国圣桥，也有说国姓桥，国圣桥的北端左边可以找到那一座宫庙，叫吉安宫啊。那很多阵头都会在那边表演。